total 100萬就可以入手一套大灣區嘅別墅，係咪詐騙信息嚟㗎？香港老友記，咁今日同大家測評一間大灣區稀缺嘅湖景溫泉別墅。我呢度只講港人最關心嘅戶型配套同埋中山、珠海嘅樓盤對比點樣揀。咁首先睇翻個戶型同埋環境真係冇得頂，建築面積130方，實用面積去到成恐怖嘅200幾方，前花園、後花園同埋空中嘅露台，超多嘅 size 贈送俾你。咁成個屋苑咧係3500畝嘅喎，0.3嘅容積率，住響呢一度真係超舒服㗎。再加上私家溫泉咧可以直接入戶咧，呢種原生態環境喺成個大灣區真係好難再揾到第二個。價錢方面咧，亦都係一個驚喜 ，total 咧百零個咧就可以攞低，月供都係3000零蚊㗎咋。咁對於我哋香港嘅老友記嚟講，完全係冇任何壓力㗎。咁無論你養老啦、度假啦，甚至喺呢度投資置業咧，都係非常之適合㗎。咁同價位嘅咧，我對比翻中山同埋珠海，我嚟講講佢嘅優缺點。咁首先同價錢嘅一個中山咧，你只可以大多數都係買到啲高層嘅住宅，咁密度高啦，冇景觀啦，冇花園啦，咁但係佢勝在配套完善，離香港近，通勤香港都係方便嘅。咁但係完全係冇一種度假嘅感覺。咁其次咧，同等銀碼買珠海就更加唔使講啦，大多數你只可以買到剛需嘅2到3房，咁而且係冇碼頭、冇花園，性價比真係一般般。咁再睇翻呢一間別墅咧，佢嘅優點喺邊度咧？湖景、溫泉、私家碼頭、低密度、超多嘅贈送 size， 更加符合養老同埋度假嘅雙城生活。咁唯一嘅不足咧，就係離市區有少少遠噶啦。咁總嘅嚟講咧，100萬出頭咧，只能夠喺中山、珠海買翻啲高層住宅。但係喺呢度咧，你直接可以入手一套一線臨湖嘅溫泉別墅，喺性價比嚟講，真係吊打市面上嘅好多屋苑㗎。想攞戶型圖同埋實地睇樓嘅老友記，可以直接評論區留言，或者直接私信我，我發晒啲資料俾你。